唱之前咧講幾句啦，係啦。咁頭先見到呢首歌叫《生命言》啦，啱啦，呢度啱噶啦。作曲阿津 Joshua， 然後阿希啦。靠阿津得唔得啊？靠阿津死得啦。靠 Joshua 得唔得啊？更加唔得啦。靠我得唔得？真係死得，唔好揾我。咁呢首歌點樣嚟嘅咧？其實係即係我同 Joshua 去作呢首詞嘅時候，每一次作詞，我哋都嘛諗唔到祈禱啦，諗到都祈禱啦，去感恩啦。所以同你隔離嗰個講，呢首歌神俾我哋㗎，神俾我哋嘅呢首歌，係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其實係講啲乜嘢咧？咁就好感恩啦。即係我之前就問過，即係喺唔同小組裏面啦，問過問大家覺得咩係教會啊？咩係愛啊？咩係關係？咁啊，大家都俾咗啲好正嘅回覆我啦。咁啊，最後呢首歌就創作出嚟啦。咁所以其實呢首歌講緊啲咩啊？就係講緊你同我咯，同你隔離都講呢首歌你有份㗎，你有份㗎，係啦。咁最後啦，咁呢首歌點樣唱嘅咧？係咪一個人唱㗎？係問題嚟嘅，係咪一個人唱㗎？唔係嘅喎，呢首歌係合奏出嚟㗎，要係同你屋企一齊唱，喺唔同小組一齊唱。阿加皮士做職稱大專以馬內利牧羊行，仲有咩啊？Hierarchy Couples Youth 兒主，唔同嘅單位執事會、司事敬拜隊，唔同嘅教牧同工，我哋一齊去唱，整個教會一齊去唱。所以咧，我哋邀請大家一齊起身啦，我哋一齊唱呢首歌。好，我哋一齊學唱呢首歌。細說每天，細說每天訴說恩惠，年月過去為主的能力，看見曙光，聽到呼喚，贏盡世界，迎國度來臨，懷着心，懷着信，突破亂局困難，懷着愛，合奏出生命言，一起歌頌你，一起讚美名，聚集萬民。歸向獨一的主，定意竭力延續愛，彼此守望愛，捨己獻盡情，同心協力，聽候基督差遣，承擔起使命傳遞愛。個個自親撇去孤獨，望下你隔離嗰個，聯合戰友齊腳踏前路，佢就係你嘅戰友啊！奮勇到底，振作激勵，無懼變化，仍繼續扶持，為着信突破亂局困難，懷着愛合奏出生命言，一起歌頌你，一起讚美名，聚集萬民歸向獨一的主，定意竭力延續愛，彼此守望愛，捨己獻盡情，同心協力，聽候基督差遣，
承擔你使命傳遞愛。風風雨雨心灰意冷，但永遠不怕，齊心禱告，絕處煥發生機，歡欣滿載傾出愛意，願永世不變，時刻都與你，決定沒再分開。風風雨雨心灰意冷，但永遠不怕，齊心禱告，絕處煥發生機，歡欣滿載傾出愛意，願永世不變，時刻都與你，決定沒再分開，歌頌你，一起讚美名，聚集萬民，歸向獨一的主，定意竭力延續愛，彼此守望愛，捨己獻盡情，同心協力聽候基督差遣，承擔你使命傳遞愛，同心協力，同心協力聽候基督差遣，承擔你使命傳遞愛，同心協力聽候基督差遣，承擔你使命傳遞愛，到每個角落傳遞愛。好，請最大嘅掌聲俾我哋天上嘅父。細說每天訴說恩惠，年月過去為主的能力，看見曙光聽到呼喚，讓盡世界願國度來臨，為着心突破亂局困難，和着我合奏出生命意，一起歌頌你，一起讚美名，聚集萬民，歸向獨一的主，定意竭力延續愛。